先睇新生拿提大師賽女單決賽星期日舉行。李娜面對德國球手基巴毫不手軟首盤以1-6落敗，但係之後連贏兩盤6-3、6-1，為自己贏得一個得嚟不易嘅錦標。男單方面1號種子瑞士嘅費達拿以直落兩盤6-0、7-6擊敗2號種子塞爾維亞嘅祖高域，費天王5奪新生拿提冠軍鞏固世界第一嘅寶座。轉睇足球嘅賽事，新嘅西甲球季開始啦！巴塞隆拿主場大勝皇家蘇斯達，巴塞4分鐘攞得領先，沙維開出角球，貝奧爾里門巴馬頭槌攻門1-0皇家蘇斯達9分鐘攀平比分伊拿拉文迪精準嘅斜傳反越位成功嘅卡斯楚禁區左側里門十碼勁射近角1-1巴塞11分鐘再度超前泰路左路傳中拍到回傳，美斯14碼勁射破網2-1巴塞隆拿16分鐘擴大比分美斯禁區邊裏邊射門被擋泰路禁區左側再傳中又係美斯離門10碼低射破網3-1巴塞隆拿41分鐘鎖定勝局啦！泰路禁區左側傳中無人看守嘅柏度小禁區前面推射入網4-1。入球停不了84分鐘恩尼斯達突然殺入禁區左側底線附近用腳面彈翻去後邊，韋拿離門10碼射遠角得手5-1興奮到除埋衫慶祝添結果被黃牌警告最終巴塞以5-1大勝皇家蘇斯達。